即阵两岸局势有较紧张，中国敢会继续去乌咱的友邦咧？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是表示，目前咱12个友邦的关系拢真在，拢真稳定。外交部即马嘛正在规划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的行程。谢谢部长在百忙之中拨出时间安排今天的国内媒体记者查询活动。上天了第一摆甲媒体面对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到台湾外交处境，即嘛是上好也是上有挑战性的时刻。外交部会落实价值外交、当面外交、经贸外交，暗过两岸情势紧张。但目前只剩12个友邦外界烦恼重重，各抢后卡。就这12个邦交国来讲目前是稳定的状态。好，那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中共是对外交上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施压。中共二车欧诺鲁林佳龙表示，赖政府就职前后改善强气，严阵以待，目前检讨每一个邦交关系，会找时间拜访邦交国，也规划总统赖清德出访行程。不过拄好美国3几年是不是过境美国咧？到友邦有时候会经过美国，所以过境。我们现在都在规划中，有决定会跟大家来报告。中共威胁进兵，林佳龙表示，台湾除了提高国防自主能力，也结合第一岛链国家交换情报。不过外交官阁出包，为驻美代表意大利了后，阁传出咱驻 WTO 代表卢昌华翁某去口一家人公器私用。驻斐济代表陈英莲被押出滥用公家钱，驻美代表处副组长魏国涵被质疑霸凌董事。我上任之后，其实已经展开详细的调查，那也将调查的结果移送廉政署，也已经将我们驻斐济的这个陈代表已经要调回部里。这问题要如何解决的？林佳龙强调绝对袂安全，也必制定新的采购规范，杜绝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